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中这个远近巡逻，发现一台轿车是倒边正边安尼骗，甲查落来问资料，煞报假资料，而且是愈报心愈虚，啊，雄都冲救车想要走，远近马上甲喷辣椒水来制服。原来这个驾驶是一个冲泡甲炸起的通缉犯。下车！这驾驶向动来了后，请翻，两个员警用辣椒水，才甲拖落车。8月18透早，警方伫台中的西屯发现驾驶开车无照规矩来，该查落来了后，问伊身份，佮讲白菜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刚刚就是因为照片，我跟你讲，这是104年的照片，然后我有出过车祸，长得跟你不像啊。警方调查了后，才发现讲伊是一个通缉犯。指纹跟照片档勾勒比对，确定为南投县人，27岁，为台中地检署诈欺与枪炮案的通缉犯。警方表示，原本这驾驶伊讲白菜，讲伊是姓陈，所以即摆要调查讲姓陈的这人含伊有啥物关系。